个所在是外口呢？你快叫呀！你无用你的，应该是平湖关。嘿哦，平湖哎，你关。爱空呢？系啊，你爱空哦？我足壳的，你有空吗？我壳啊，哦，你有空哦？确定哦会。当安尼讲台语，是安尼讲吗？我壳啊。来介绍阮这边的啊，哦是浙江的迄落啊，阮的队长啦，阿伯，阿伯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伯，是你。是哩，阿伯，恁兜嘛是处理吼。做处理的，嘿，我给他带阮三个厝内底啦。哎，真正这拢是真正有影亲人哎呀哦。今仔日亲人哦赞赞哎赞！我边仔这位是我的太太。我想要讲，你我还蛮恭维。好，来，我介绍你去。后一位是我的长男爸，是坤哥。欢迎坤哥，大家好，欢迎坤哥。以后来过来，后一位是我的小姑啊，小姑啊。小姑啊。哦，安妮，安妮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这边欢迎咱队长丁辉啊！嘿，我丁辉啊啦，嘿嘿我想要介绍哦。嘿嘿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我三位祭主。介绍，头一位祭主咧，嘿，阮太太。啊，行一世人，我所有赚的钱，拢去摕去。哦，什么名？什么名？基基。基基啊！来介绍第二位的祭主，这位阮丈母。是，我所有赚的钱拢去开去。一个有这开钱，啊，一个有这开钱。基母啊，基母啊，我来这个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！介绍第三位，就是我祭祖中的祭祖，吴子啊！是安那祭祖中的祭祖嘞？伊的职业就是招阮丈出国，招阮丈买包包，招阮丈买厝。什么路？我要看日本哩什。么路？什么路？因为六条通的黄河，六条通化水会简单，吴子啊！这两个家庭较是有影高水，希望所有的家庭拢会当参像伊安，会当讲生笑，大家拢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。有影。好心拔的肉色店，是在讲人安怎？哦，美秀这边是落下，好热死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河神是不是拢爱骗着？其实我唔知影河神会骗着啥，因若你只话咱水果若下，河神就来。来吧咱若切什么菜较芳的，河神就来。是哦，咱就两你点肉色点肉。哦，河神买点飞咧，啊飞，可能是迄是个。淡的爱我，我落落去，啊，就甲当作是阴生啊，无啥，我就油葱酥，嘿，啊，就来，赶快咱嘛是食落去啊，所以我感觉是肉丝。有影来食你是。这边是肉丝啊，上这边哦是霸戏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想看卖？我是护士，我飞看到一点肉色，我是都去甲当作白费下性命食，对吧？啊，若无人甲我看到，我一直食，是毋是食到一个过头的霸戏？就是。哦，好，咱来看者哦，咱即马请选择，到底是肉丝还是巴西啊咧？阿雄，眼睛边来哦。开始。对啦，哦，赶快是，佫是我真正。为什么？阿边，哎，是，你感觉是肉是啥嘛？老是。好神活落去肉色店啊，肉色人拢讲肉色安怎做，卤肉色嘛，哎，用肉的。用卤的嘛。所以你甲看迄油葱酥是毋是有先好先？对啊，爱就挂落啊，就肉丝啊。你个琪琪，是毋是常常有人讲你霸戏？140公分。我来150个啦。霸戏。对哦，你若要讲你霸气，边仔迄个才肉丝，对无？是，咱就要来问一个霸气的，你看，好不？你嘛讲你霸戏。肉色就共款啊，是肉啊，所以我感觉是肉丝啊。对啦，而且无迄好神肉丝了，你甲头切落来变好神头，另外一出菜啦，另外一出菜。咱即马做个菜去啊，原来我拢唔知影这是里啊。好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肉丝。哦，两队拢足好的，来分数甲加落去。
两队拢分别各加2000咯。这句是迄个热客到话啦哈是，意思讲你好心，你也跋落迄个肉色顶有无？哎，地方卤甲死翘翘啊，吼！啊，这卤肉色的这个卤，甲迄个啥足气卤，迄个卤两个共音嘛，吼嘿。所以这句话真正意思是讲去互人啊是啥代志啊呐，卤死吼。比如讲哦，这个囡仔。定定互人投，吼，啊，迄个真正是好心跋落肉色顶，活要落死。请您讲出这个景点是咱台湾的什么关的好啊？哎呦，好，来咱请看。哎呀，看到这粒就知影啊嘛，对唔对？对不对？向先的，向先的，迄边哦迄边，来阿边开始开始哦，嘿啊，你想慢，你上班啦。看到这粒应该就知影吧，对不对？这摆去佚佗过，什么关？有捌哎，但是去出过外景，出过外景。出过外景我。跟你讲，遐咱有去过，但是什么关我袂记的啊，你敢会记的？啊，迄个所在的名，你嘛要交了，我迄个所在是外口呢。你无用你的，应该是皮河关，嘿哦，哎，你皮河关，爱空呢？系啊，你爱我空哦我足壳的，你有空吗？我壳啊哦，你有空哦。确定哦会。当安尼讲台语，是安尼讲吗？我壳啊，台语是安尼讲你吗？讲多一关？皮河关，好，来老师陪哦，关对唔对？好，啊，你甲卡落去。来分数。恭喜啊，佮得了3000咯！好来，这号是伫咱台湾海峡的顶面，吼，是咱台湾唯一咱啊4面环海的这个离岛，吼，啊，规个平湖群岛大约是有90粒大细的这个岛屿组成的吼，啊，伊个大部分拢无人大啦。有人大的差不多19粒尔，吼，啊，迄个上大的岛就是咱飞机坐到遐个啥马金，马金，啊，马金本岛安尼。所以讲，咱即摆先甲影片看完。哎呦，妈祖，就是遮水。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拢有去过手较慢尔啦。就会含慢啦，嘿啦。袂，恁那场妈妈笑甲。我等去扣靠钱啊。袂啦，搁有2位啊，何止啊，袂起来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咱这个道具较是名真好，可以收多功能你看哦嘿，拢有一个空间，你知道？嘿，啊，毋过哦，这较是有影看。新冠霸气，霸气大袂少，有看到无？大袂我的卡巴是的感觉啦，是。安尼无安全感，袂使。哎，卡达是第加因为这2位拢是真幸福的查某，幸福的太太。好，来，即摆要拼落去是因为吼，差6000啦，咱就是吼，袂当去讲迄落啊，卖个牛啊！拼落去啊，好，免看我直接送啊！就紧的，我牛你3秒，没有，我直接送免看。你莫上网。好来哦，来咱今日去倒去佗？咱刷来这题目咧，要互大家吼看卖咱这个所在是咱台湾的什么市，啊个什么街。哦，什么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无可能。牛你3秒哦，你有牛啊？啥？啊，你先录落啊，个3秒。我先来按手，1、2、3。紧来，你讲你先卖暗爽，你知影答无？你是家人市的，家人市，的，你是该伫个家人吗？9分嘿，老街，香港来的朋友啊！家人市的9分。加油！等下我请一个老粉大老街，老街，你这个听起来敢若咧骂人哈！大老街啊！安看我牛，你放心，这绝对唔对的。了解，再来问老师好不好？老师，
家人市的高分大老街，安尼对唔对？你是甲老师无了啦，卖高分大老街拍死啦！就是。好，不要紧。来，咱搁通继续看，你就搁较知影讲这是倒位啊吼。来，继续搁看落去。泡茶啦。泡茶。哦，有影。就这啥，你就知影嘛。哦，头皮啊，阿妹茶这个知影我明天啊。你会再送落去啊？我才上，哦，会当搁抢。好，来。家人是高分啊，老家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好来，老师，家人市高分啊老街对唔对？咁家人，是家人啊。哦，你个高分啊，是伫咱新北市的瑞芳，伊是一个足有名的山城，还有一条啥？咱要讲老街、旧街拢马紧啦吼，就是咱的高分啊旧街吼，啊是北台湾真有名的观光景点。你看，若到假期的时阵，哇，规条这个旧街都闹热滚滚吼，啊，尤其啥，真侪外国观光客就爱来遮吼，尤其是啥，日本人、韩国人。菜市的奖金有偌济7000嘛袂歹哦。上贵是15000吼。万五还袂出来。安尼我小论一下，好，我先卖用。嘿，一摆机会嘛。我先一个人来去洗菜市洗看卖。好，你去试看卖。来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查某人菜市仔名的冠军是淑芬还是淑慧？你的地位爱来哦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淑芬还是淑看你的地慧？位哦。淑芬还是淑慧？哦，就拿。我10秒嘛，我饲落是10秒晓。嘿，啊，我若无饲演几秒，无赶快10秒。赶快是10秒。已经要无啊！走，go。秀。贵啊？哈？秀慧啊！淑慧啊快！点。我唔知啦。小辉较济，你身边拢无少人吗？你想看我卖有拍戏的时阵，有一个足爽的名叫淑芬啊。淑芬，我拍戏内底有人用淑芬，用淑芬的人较济。啊，我咧想讲，这题目吼，拢足干的啦。好，你感觉是淑慧哦？啊，就算拢算啊，袂当改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淑慧对唔对？啊！伤济，唔是。好来，有影伤济吼。来，根据统计，咱台湾叫做淑芬的，偌济人咧，要活32000个人，排第一名的，啊，淑慧排第2，啊，叫做美玲的排第3。米莉，对，所以为民国99年开始，淑芬这个名就一直是咱菜市仔名的冠军。